情绪否定，无形的伤害。在心理健康知识尚未普及的年代，许多心理学术语和概念对大众来说仍然陌生。即使在今天，许多人对于情绪的理解仍然停留在表面，而情绪否定这一术语常常被忽视。然而，情绪否定其实是每个人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。它不仅在我们无意识中影响住自己，还可能对他人造成无形的伤害。本文将深入探讨情绪否定的概念、影响以及如何有效应对它。什么是情绪否定？情绪否定指的是对他人或自己所表达的情绪进行拒绝、贬低或忽视的行为。这种行为可能是无意识的，但其结果却能对情绪健康造成严重影响。例如，当有人表达悲伤时，我们可能会说别难过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这样的话语看似是在安慰，实则忽视了对方的真实感受，甚至可能让对方感到更孤立和不被理解。情绪否定的普遍性。在很多文化和家庭中，情绪否定被视为一种常见的反应。许多家长和教育者习惯于告诉孩子不要哭泣，这不值得你生气，而成人之间的交往也经常充斥住类似的否定表达。这种做法源于对情绪的误解和对情感表达的排斥。许多人认为情绪是弱点的象征，应该被压抑或忽略。然而，情绪实际上是人类心理状态的重要指标，其表达和处理对个人的心理健康至关重要。情绪否定的影响。一对个人心理健康的影响。情绪否定会导致个人无法有效地处理自己的情绪。当我们的情感表达被忽视或贬低时，可能会感到被孤立、无助，甚至产生自我怀疑。这样的情况如果持续，会对自尊心造成损害，增加焦虑和抑郁的风险。二、对人际关系的影响。当我们无意识地对他人的情感表达进行否定时，会损害彼此的信任和情感连接。被否定的人可能会感到不被理解或不被重视，这会破坏原本良好的关系，甚至引发冲突和疏离感。三、对社会氛围的影响。情绪否定的普遍存在会造成一种情感压抑的社会氛围，使得人们在面对困难和压力时更容易选择隐忍而非寻求支持。这种氛围会使心理健康问题被忽视，降低社会对心理健康问题的关注度和解决能力。如何应对情绪否定？一、增强情绪觉察。首先，我们需要对自己的情绪进行觉察，了解情绪的本质，学会接受和表达情感，而不是忽视或压抑它们。情绪觉察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处理情感，并且理解他人的情绪状态。二、练习积极的情感支持。当他人表达情感时，我们应该学会以积极的方式回应。倾听他人的感受，表示理解和支持，而不是简单的否定或贬低。这样的反应能够增强彼此的情感联系，促进更健康的关系。三、倡导心理健康教育。增强对情绪和心理健康的教育是应对情绪否定的长期策略。学校、家庭和社区应该推广心理健康知识，提高人们对情绪处理的认识，并提供支持和资源来帮助人们有效管理情感。四、寻求专业帮助。如果情绪否定对个人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困扰，寻求专业的心理咨询和治疗是必要的。专业人士可以提供专业的指导和支持，帮助个人处理情绪问题，并改善心理健康状况。接与情绪否定是一种无形的伤害，对个人、关系以及社会都有着深远的影响。了解情绪否定的本质，学会正确处理和支持情感，是促进心理健康和建立健康人际关系的关键。
通过增强情绪觉察，练习积极支持，推广心理健康教育和寻求专业帮助，我们可以有效地应对情绪否定，为自己和他人创造一个更加理解和支持的生活环境。只有当我们真正认识到情绪的价值和重要性时，我们才能够建立更健康、更幸福的生活。